总是伫上帝疼痛保守怜悯的内底这款的疫情伫当中，咱来看见，实在是即马拢是较中症，还是较轻症。为安尼，咱就爱感谢主，感谢主，求上帝继续施恩帮助咱。上帝存留咱的活命，为着要成做别人的祝福，这是咱为主来活唯一的目的。上帝赐福予咱，予咱为主来活。为着要成做别人的祝福，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伊看顾咱的生命，赏赐咱的富足。感谢主，互咱无灾无病，互咱伫病痛当中经过，互咱健康，互咱有能力、有温数来祝福众人，用安尼来建立上帝欢喜的心意。照主所讲的，愿意的旨意伫成伫咱的心上，亲像伫地里共款。当者开声来感谢，来阿乐，来颂赞咱的主，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全能的主，阮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的疼痛，教阮三个同在。你是阮的主，是阮的倚靠，是阮的能力，是阮的帮助。教阮对黑暗中带出来，互阮伫你的内面满满得到祝福、稳定甲疼痛。你是主，阮的主，你是活活的上帝，监察人的心肠肺腑。互阮亲像兄弟姊妹，互阮亲像肢体，互阮会通彼此相听，互相帮衬。亲爱的爸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你的信息达到穹苍，你的慈爱遍满全地，也赏赐伫每一位倚靠你的人。你是阮的主，阮倚靠你，心就有平安。你是阮的上帝，教阮三脚徛起，赐阮伫阮的心上，互阮伫主你的内面，因为你的缘故。所以，阮会通温上加温，力上加力。爸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互阮经过病痛苦难，总是你甲阮对苦难病痛当中带出来，又个赏赐互阮有健康恢复，阮身体心灵的勇健，互阮因为主你的同在，你的祝福，你的看顾，你的医治，你的恢复，所以阮会通伫痛的内面，来受主你的照顾，并且会通诚侪正当工。所有百姓的祝福，就是人生无啥物代志值得追求，因为世界所有一切物拢会过去。主你讲，地上所有一切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以及活命内底所有一切值得骄傲的代志，拢总会过去。但是真实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因乃是伫主你的面前受永远的纪念。永远活伫你的面前，帮助阮、引带阮，互阮伫信心中看见上帝你的同在，甲主同工领受永远的福分，互阮活伫你光明正直内底，互阮诚做上帝你阳光的见证，帮助阮出离软弱，进入你的光强；出离病痛，进入你的健康。出离灵性的爽香，进入你灵性的丰盛。恳求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的时间，咱请讲员兄来报告。各位兄弟平安，感谢上帝的疼痛。天气虽然是寒冷，但是上帝的平安总是陪咱行。感谢主。消息报告：第一，张文先因为这事，就是文官团队妈妈个别礼拜定伫今仔日12月30日下午2点，伫好歹势啊，嘿。12月11，就是下晡的2点，伫东门信教会举行敬请兄弟一同代祷，安慰遗族。参与为歌诗歌班的兄弟，请伫下午5点半伫东门信教会礼拜堂集合。第二，今仔日下午1点到5点，教会1楼会堂，祝福 YMCA 岁末音乐会使用。
请兄弟安静由两边的巷道来出入。第三，12月24礼拜六圣诞暗会招募诗班人员，将伫12月13、12月20礼拜2暗时8点练习。有志者请向牧师娘报名，前来服侍。第四，个人使用规个奉献编号位置，明年将会有一寡小块调整，请兄弟伫年底前将个人的奉献规个收据、奉献地等自行带走处理。感谢各位兄弟的配合。第五，12月16礼拜5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请兄弟有留时间参加，一同为城市起坛守望。第六，12月18礼拜日伫城安教会开拓据点举办圣诞节礼好品活动，敬邀兄弟关心家中全新用袂到的物件，家刀以及红鞋啊，这种洋娃娃这种的物件，还阁足济，请唔通阁再关。第七，12月25圣诞主日将举行洗礼式，愿意接受洗礼者，请向牧师报名。已经报名受洗有林琼坚、肖春欢、王永桥、曾千琪第曾千琪城，请带到。第八，年度跨年祈祷会定伫12月31礼拜六暗时8点到10点半举行。当周12月28线顶祈祷会暂停一届，敬邀各位兄弟同来诉算上帝所赐咱规年的恩典，并一同仰望上帝赐阮带领未来新的一年。以上报告，补充报告。谢谢，咱请敬拜团。感谢上帝听从，因为伊的慈爱永远长存。伊是咱的主，是咱的倚靠，伫一切事上扶持帮助咱。那么倚靠伊，心就平安。虽然伫苦难、病痛、瘟疫的日子，但耶和华上帝讲：你若遵行我的话，我的确就要亲自引带你，互你伫万项事内底经过苦难、行阳光的祝福。咱感谢主，伊是听的主。每日咱倚靠伊，咱就会当得到平安。三甲做来吟唱这首的诗歌。每日欢喜吟诗学乐主，过着丰盛喜乐的人生。每日欢喜祈祷感谢主，过着平安得胜的日子。嘿呀嘿！来，咱三甲做伙徛起来哦！吼，咱同齐做伙徛起来，这是一个欢喜感恩的时刻，伫主的面前，甲伊三甲同心欢喜。这是敬拜的日子，互咱伫主的面前献上所有一切感谢甲尊严。每日欢喜吟诗学乐主，过着丰盛喜乐的人生。每日欢喜祈祷感谢主，过着平安得胜的日子。嘿呀嘿，阿乐咱的主，伊若有献天的拢阿乐伊。嘿呀嘿，感谢咱的主，暗暝向主敬拜。每日欢喜。
去的拢学落伊。嘿呀嘿，感谢咱的主，万米向主敬拜。每天欢喜吟诗学落主，过着丰盛喜乐的人生。每天欢喜祈祷感谢主，过着平安得胜的日子。嘿呀嘿，学落咱的主，天若有血气的拢学落伊。嘿呀嘿，感谢咱的主，万米向主敬拜。嘿呀嘿，学落咱的主，天若有血气的拢学落伊。嘿呀嘿，感谢咱的主，万米向主敬拜。耶和华的名特别学落，伊的名这以便以谢，到如今拢帮赞咱。咱的主上帝堪得一切学落，因为伊比咱的疼痛甲照顾，所以咱即时同齐为着咱的家庭得到照顾，为着咱的城市得到保护，为着咱的国家得到尊老，同齐伫主的面前来献上感谢，宣告咱的国家要伫主的内底受引带，要离弃偶像，要归向真正的主、真正的上帝。咱要宣告，咱的城市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清气的开始。奉主耶稣基督名破除一切所有这罪恶的连结，奉主耶稣基督名来为着咱的家庭祈祷，是咱的家庭要全家侍奉耶和华。咱安怎宣告？相信迄个代志要伫咱的口中成做真实。咱同齐开声来感谢、来祈祷、来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将一切颂赞、学乐归于你。亲爱的父上帝，伫这个世代，我哋伫所在看见。你会听你的恩典，甲阮三角徛起。你是主，你要照顾，你到如今拢保护阮。耶和华，我要感谢你，亲爱的天父，我的上帝，是因为你的疼，是因为阮会当离开，互阮会当离开罪恶的捆绑，离开偶像，离开马门。主啊，帮助阮，引带阮，互阮会当破除一切这马门主义，互阮会当知，人活伫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暂时。唯有公义正直光明，乃是存到永远。父上帝，我伫你的面前仰望你，感谢你赏赐阮这个恩典，互阮会当称作你的儿女，互阮会当伫你的疼、伫你的恩典当中来向前行。愿所以仰望主你的疼，继续是阮怜悯、帮衬、照顾阮，用你极大的恩典，丰丰富富成就你的旨意伫阮当中，互国家得到引带，离弃偶像，归向上帝。互祭司伫主你的面前高人起来，为着百姓献祭，为着家己献祭，为着百姓献祭，为着城市献祭，为着国家献祭。主啊，愿仰望你，唯独你是阮的倚靠。主啊，伫天顶你是阮的唯一，伫地面上阮抑阁有啥物通追求？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赏赐阮真济疼痛、丰富、祝福、恩典伫阮的身上。阮所有通伫主你的面前讲，唯愿你的旨意得成，伫阮的身上，亲像伫天年的共款。互阮每日学乐，每日感谢，伫学乐感谢中宣告上帝你能力、恩典永远无变。感谢主，哈利路亚！靠主耶稣圣名，阿门。每日欢喜，今时学乐处，过着丰盛喜乐的人生。每日欢喜，祈祷感谢主，过着平安得胜的日子。嘿呀嘿，学乐咱的主，天若有血气的拢学乐伊。嘿呀嘿，感谢咱的主，万米向主敬拜。每日欢喜，今时学乐处，过着丰盛喜乐的人生。每日欢喜，祈祷感谢主，过着平安得胜的日子。嘿呀嘿，学乐咱的主，天若有血气的拢
咱的主，万民向主敬拜。嘿呀嘿，哦罗咱的主，天若有血气的拢哦罗伊。嘿呀嘿，感谢咱的主，万民向主敬拜，万民向主敬拜，万民向主敬拜。哈利路亚！因为伊的名特别而乐，感谢主的听众而乐拢归于伊。亲爱兄弟，请坐。活命伫主的丰富内底平安，总是难免有时咱会拄着风暴，但是当乌云直直打来的时阵，爱会记哩主的手一直拢伫你的身边，牵你行过人生所有的苦楚，互你伫苦难中真做坚强。当乌云直直打来，我的心情又乱糟。当大风迎袂散，主的hand带我来紧握。世间的苦楚拢袂停，我的望定伫天。虽然是一有时的，主会听叫醒的挽回。袂捌丢叫主的名，袂话明表伊会听。你咸知影主听你，好若亲像老爸听囝儿。袂捌丢叫主的名，袂话明表伊会听。你若心乐平安，心肝也先上悲，望主听叹手牵你。当乌云直直打来，我的心情又乱糟。当大风迎袂散，主的hand带我来紧握。世间的苦楚拢袂停，我的望定伫天。虽梦是一有时的，主会听叫醒的挽回。袂捌丢叫主的名，袂话明表伊会听。你咸知影主听你，好若亲像老爸听囝儿。袂捌丢叫主的名，袂话明表伊会听。你若心乐平安，心肝也先上悲，望主听叹手牵你。袂捌丢叫主的名，袂话明表伊会听。你咸知影主
失落平安，心肝也先伤悲。望主听空手空你。搁再一摆，咱来祈祷。你的心中有啥物款乌云？家庭内底有啥物代志是咱无法度处理的？是经济吗？是病痛吗？是年老的年岁对着将来毋知要对倒位去吗？将着这拢带到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伊是听的主，伊用疼痛的手要牵你行人生的路。伊讲来就近我要互你得安息。伊讲将恁所需要的，对你的心内，对你的言语来向我表明。虽然讲，咱心内底所在，咱心内底所想的，上帝拢知，但是只有你对嘴开声，对灵魂发出呼救的声，若无上帝袂去搅叉你的生命，唯独你愿意。上帝才会当帮忙你，因为是你愿意。上帝一直咧听候你的愿意。伊愿意担你的重担，伊愿意陪伴你行人生的路，伊愿意解决你一切的问题。但是你也爱愿意，互伊来插手。伫你的生活内底，这就是咱是安怎要祈祷的原因之一。所以，咱这个时阵开声来祈祷，将咱的困难、将乌云、将一切的问题带到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开声来祈祷，请。亲爱的主，我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出伫心内底呼救的声音，你一定会听。你是我的主，是我的上帝，是帮助阮，互阮进入伫你活命永远的平安内底的主上帝。主啊，阮所以伫这所在来仰望你的听，唯愿你伫一切的事上继续施恩帮助阮，或者是伫阮的情欲，或者是伫阮的感情，或者是阮的经济。或者是伫阮行人生道路，亲像已经到尾站，阮有惊吓，阮毋知要怎样。总是阮向你祈祷，如果你是迄一位真正向人启示救赎人的主上帝，你过去怎样救赎阿拉伯的百姓，过去怎样救赎全地的百姓。今日，阮相信你也要继续照顾引带阮，将阮心中的苦情、阮的病痛、腰酸艰苦、头壳记忆无好，或者是阮的心脏无力，主上帝，或者是阮的脚无法度徛停，上帝你拢知影阮的问题，或者是阮心灵忧伤。家庭的气氛无好，或者是翁某定会有意见无相同，又搁真歹斗阵。主你来解决，你来介入阮家庭，引带阮，插手施恩伫阮的家庭，来保守，来赐恩，来调整，来更新阮的家庭，互阮有彼此相疼的心。互阮互相体谅，彼此相体贴，叫阮行伫人生的路有你的同在，所以满有平安。感谢主，听阮的恳求，靠主耶稣圣名，阿门。当乌云直直
坐起立来唱。袂目睭叫主的名，袂话明表伊会听。你敢知影主听你？好若亲像老爸听囝儿，袂目睭叫主的名，袂话明表伊会听。你若心乐平安，心肝也善相比，望主听通手牵你。袂目睭叫主的名，袂话明表伊会听。你兼知影主听你，好若亲像老爸听囝儿，袂目睭叫主的名，袂话明表伊会听。你若心乐平安，心肝也善相比，望主听通手牵你。你若心乐平安，心肝也善相比，望主听通手牵你。你若心乐平安，心肝也善相比，望主听通手牵你。全能的主上帝，感谢你，甲阮对着罪恶中救出来，甲阮对黑暗中救出来，甲阮对苦难中救出来。直到如今，阮伫你的平安内底，伫你的疼痛内底，伫你的引带内底，伫你的光明内底。阿门。你是主，永远的主，你救阮，你疼阮，你也要牵阮的手行人生的路，一直牵着阮的手行到爸你的门口。你也要伫迄个所在对阮讲：入来，我的囝。亲爱的主，阮将一切颂赞、学乐、荣光、感谢、尊贵，拢归乎你。感谢你过去保守看顾阮，赏赐互阮一切平安、稳定、疼痛、喜乐甲祝福。唯愿阮活伫你的面前，透过今仔日的敬拜，透过今仔日领受主你仆人稍微传达要转阮所讲的每一句话，帮助阮、引带阮，互阮进入上帝你的丰盛，互阮领受你的恩膏，互阮行伫你真理阳光的道路。感谢主，对年头到年尾，对阮出世到年老，主你慈爱的手一直保护阮、照顾阮、牵阮来行你光明正直的路，互阮会通诚侪你手中的器具，一生为主所路用，互上帝你的阳光照着阮显明祝福伫阮身边的每一个人。感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咱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下一页。
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啊，这请坐，咱这是三个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50篇，启应文第50篇。我来去请列位来应和的部分，咱同心来上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的爸是我栽培的人。既若属我无结果子的枝，伊就假去；既若结果子的，伊就修理清气，互枝仔结果搁较济。现在恁因我讲互恁的道已经清气了，恁爱上伫我的内面。我上伫恁内面。伊若无上伫葡萄树顶，家己就无会结果子。恁若无上伫我的内面，也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上伫我内面的，我上伫伊的内面，这个人就都结果子。因为离了我，恁就无会做啥物。人若无上伫我的内面，就亲像枝等伫外口孤单。人捡起来，结伫火内烧了。恁若常常伫我的内面，我的话也常伫恁的内面。既若恁所愿意的，祈求就互恁成就。恁得结果子，我爸就因为安尼来得荣耀。恁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阿免。咱经文读到这，咱将下面的时间交稍微传导。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看顾，互咱伫已经到伫12月要过啊，已经今年就伫要过啊。咱感谢主，互咱伫今年当中，咱有缘会当平安来到伫主的殿中，每一个礼拜做伙来组织来敬拜，这是何等丰盛的恩典。只是请咱做伙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有。伫印地周报第4面，也是咱有早圣经，咱会当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经文第2章18节到29节，这是咱即个月咱拢要做伙来分享约翰一书的经文。现着，请咱着同心做伙来上读即段经文，请。细囝，如今已经是末时了。恁捌听我讲，迄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真侪敌基督的出来了。对安尼，咱就知影，如今已经是末时了。你因对咱中间出去，却毋是属咱的；若是属咱的，就必有缘要甲咱同在。因出去，显明就拢毋是属咱的。恁对迄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影这一切的事，我写批互恁，毋是因为恁毋知影真理，正是因为恁知影，并且知影无有虚假是对真理出来的。啥物人是讲白菜的呢？毋是迄个无认耶稣做基督的吗？无认爸甲囝的。就是伫基督了。凡既若无认囝的，就无爸；认囝的，连爸就有了。论到恁，的确就爱对迄个起初所听见的，常存伫心内。若将迄对起初所听见的存伫心内，恁就的确带伫囝的内面，也要带伫爸的内面。主所应允咱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个话写互恁，是指着遐个引诱恁的人讲的。恁对主所受的恩膏，常存伫恁的心内，并毋免人教示恁。自有主的恩膏伫凡事上教示恁，
这个恩膏是真的，毋是假的。恁着爱照着这个恩膏的教示，带伫主的内面。细囝，恁爱带伫主的内面，安尼伊若显现，咱就会当坦然无惊。当伊来的时阵，伫伊面前也无得到见笑。恁若知影伊是公义的，就知影凡行公义的人，拢是伊所生的。阿门。咱圣经读到这，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伫天顶的阿爸爸。阮知影你是非常的疼阮，虽然阮过去捌伫黑暗当中，捌伫罪恶当中，但是你疼阮，你着找见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为着是要救赎阮的罪。所以，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会当徛伫遮来敬拜，阮会当坐伫遮来听上帝你的道，这拢是对你所来真丰富的恩典。主，阮感谢你，愿你亲自施阮祝福，引带阮伫世间的日子。阮会当知影要怎样倚靠你，并且领受上帝你恩膏的教示。阮会当知影要怎样伫世间行正直的路，就是上帝你指引。引带阮所要行的路，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来分享的经文，有原记载伫约翰一书，这是约翰写批，或者教会，一个教会兄弟姊妹这的经文。伫经文当中，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特别有一个真特别的题目，叫做是恩膏。咱常常伫教会当中来分享恩膏，恩膏是啥物意思呢？约翰一书头拄仔咱所读的经文伫当中讲到，第2章27节当中讲，这个恩膏是真的，毋是假的。这个恩膏是真的，毋是假的。所以代表安那？那伊讲即句话代表恩膏有真的，但是嘛有假的。啥物意思呢？有2个人咧对话，一个人就对另外一个人讲：“哦，你敢知影？我这喙内面吼，这所有的喙齿拢是假的啦。”啊，另外一个人就讲：“哦，是真的假的？哦，真的啦。好，啊，请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伊喙齿是假的啦，伊所讲的话是真的啦。好，伫遮所要讲的代志就是安那，若是。这个对话吼，若是咱对中文吼无认捌、无熟悉的人吼，可能听得无啥啥，会毋知影讲哦，到底咧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安那，因为无知识，无知识是讲无有对中文的知识。同款对咱的活命来讲，咱嘛爱知影，约翰甲咱讲啥物？讲恁对迄个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影这一切的代志，这一切的代志呢，约翰伫当中讲，知影这一切的代志，就是代表拢有知识的意思，就是讲恁若受了这个恩膏，恁就有知识。知识的意思就是认捌上帝，就是知影上帝的心意，就是会当明白咱所信的是啥物。这句经文甲咱讲了，咱受了恩膏，受了恩膏，咱每一个人。伊讲，恁每一个人拢对圣者遐受了恩膏。若是讲咱每一个人受了恩膏，安尼代表其实这意思就甲咱平常时咧讲的恩膏无啥相共。咱平常时伫教会当中，咱所分享的恩膏，敢是每一个人拢有吗？其实无一定。但是，约翰伫当中讲到即个恩膏的意思，甲即马咱所讲的有小可无共款，是倒位无共款呢？我先来讲答案。答案是啥物呢？伫《使徒行传》当中有讲到遮的话，第10章38节的经文，咱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好无？咱做伙来读，请。上帝怎样用圣灵甲能力膏抹拿撒勒人耶稣？这拢是恁知影的。
伊周流四方行善事，伊好去若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甲伊同在。阿免。伫这段经文当中，为什么即摆的教会常常咧讲到恩歌？恩歌的意思其实是对遮来。伊讲上帝怎样用圣灵甲能力来膏抹耶稣？伊膏抹耶稣，互耶稣有即两种，就是圣灵甲能力。约翰伫即个书信当中，伫伊所写的批当中所讲到的恩歌是圣灵，是圣灵的意思。但是呢，咱一般的平常时教会咧讲，即个人服侍真有恩歌，即个人做啥物货真有恩歌，是能力。即两个拢是对上帝所来的，拢是膏抹伫耶稣基督身上的。所以，咱着爱来知影，咱定定伫世间，咱所追求的拢是能力，侍奉的能力。我想要做了更较好，我想要做代志做了更较好，我要追求能力。但是，约翰甲咱讲，其实上重要的是，咱毋是干那要追求能力，咱爱追求圣灵。这个能力是安那？是因为咱受圣灵充满所产生出来的这个能力，所以咱爱先追求圣灵充满伫咱的心中，伫咱的内面，并且咱所得到的这个能力，牧师顶礼拜甲咱讲，这个能力是为着要服侍上帝。这个能力是为着要荣光上帝的名，所以咱若知影即句话，咱若知影耶稣基督所受的恩膏，咱搁来看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咱就知影咱要怎样来倚靠上帝，来倚靠上帝所赐的圣灵来过生活。咱所修身，咱要先转来到伫旧约当中，旧约当中来讲到一个人受膏抹是啥物意思呢？约翰伫遮所讲的，恁每一个人拢是受膏抹的人，拢是受膏者。伊的意思就是安那，恁每一个人拢是受着圣灵充满的人。这代表咱若是当咱愿意信耶稣，愿意接受耶稣成做咱活命的救主，安尼咱就是伫迄个时阵，圣灵就伫咱的活命当中来做工。互咱会当来信耶稣，所以伫旧约当中，咱就来看旧约当中受膏抹的意思是啥物呢？出埃及记当中，摩西咧吩咐，耶和华咧吩咐摩西讲，恁爱做啥物，爱做啥物。这个律法的时阵，伊就伫当中讲到，恁爱做这个膏油，这个膏油是为着要创啥？是为着要310甲人讲，要膏抹阿伦甲伊的囝。阿伦甲伊的囝，就是利未人当中阿伦的后裔，拢是要成做祭司。伊讲要膏抹阿伦甲伊的囝，互因成做圣，通会当互我用迄个祭司的职分。伊的意思就是，祭司的意思就是要来服侍上帝。所以伫旧约当中，受膏抹的人有两种意义，有这意义是。受到特别的优膏来膏抹的人，伊是分别正做圣，伊是分别正做圣来归乎上帝，并且受恩膏的目的是为受上帝，互伊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也是使命要去完成。第一个就是祭司，头拄仔讲到的，后来旧约当中，佫有讲到其他受膏抹的身份是先知甲君王。这三个拢是因为上帝要使用一个人来做上帝要予伊一个特别的使命，所以膏抹伊。所以咱对到伫新约当中，咱来看，约翰甲人讲，即马所有的基督徒拢是受膏抹的人。安尼，咱就应该爱知影、爱明白，咱伫新约当中。咱受到恩膏的意义甲目的，头拄仔经文甲咱讲到，圣囝如今已经是安那末时了，已经是伫世界的落尾啊，伫世界的落尾啊，世界的落尾，这末时是啥物意思呢？就是咱
当耶稣基督搁活上天了后，到伫耶稣基督再来进前，这段时间拢叫做是末时，就是咱咧等待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时期。伫这个时期当中呢，约翰甲咱讲，这个时期你捌听见有迄敌基督的，这做基督的对敌、基督的仇敌，这个人要来，这个人要来，并且呢，有一个上大的敌基督要来。伫这进前呢，有真侪这个小的敌基督，伫遮要来混乱这个真理。这个人原本拢无属教会，约翰甲咱讲，因是对咱当中出去，却毋是属咱的。这个人原本拢毋是属教会，虽然因原本伫教会当中，但是因毋是属教会，所以因的离开，就证明讲因原本其实就毋是属教会的人。若是因是属教会，因就应该爱踮伫教会内面。但是因为因离开，就证明因毋是属教会。伫遮我简单来讲，伫基督的意思，伫基督的意思就是无承认耶稣做基督，就是亲像牧师顶礼拜甲咱讲到，教会爱真注意讲，伫即个末世的时阵，有真侪异端，遮个异端，遮个无共咧对着基督信仰的遮个思想，会伫咱的活命当中产生影响。所以咱爱知影，伫基督的意思，无承认耶稣做基督，也就是受割者。咱头拄仔讲到，即马咱每一个人拢是受割磨的人，所以伫基督毋是干那做基督的仇敌，嘛是做咱的仇敌。所以遮个人无认耶稣做基督，因无承认耶稣是道成做肉身。伫基督的目的，就是要伫即个世间来混乱遮个真理，互人无跟对耶稣的教示，无认为家己的罪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因感觉人无需要耶稣，所以因安尼就袂当得救。遮个人就是伫遮来混乱遮个真理。所以咱必须要爱明白真理，咱受了这个恩膏，就是爱帮助咱明白真理，因为安尼咱较会当去面对遮所有仇敌的攻击。所以呢，约翰一书第2章21节到23节当中，约翰就伫当中讲：我写批予恁是为着什么呢？我写批予恁，毋是因为恁毋知影真理。这是因为恁知影，所以并且知影无有虚假的话是对真理出来。咱是知影真理的人，咱每一个人，咱受了这个恩膏，咱就是知影真理的人。所以知影真理的人，咱认主的、认耶稣的，咱就有爸啊，咱就有天爸啊。遐个敌基督。因无认爸甲囝，迄就是敌基督啊。所以咱是认耶稣的，咱是认天爸的，甲遐个敌基督无共款。约翰伫当中的意思，讲我写批予恁，就是爱予恁知影，恁是受割磨的人，恁是受割磨的人。教会是受割磨的人，是受着圣灵引带，并来认捌真理的人。甲遐个敌基督是无共款的。我简单来讲，约翰伫遮所讲的意思，就是当时的教会，才面对拄啊好咧面对一寡虚假的教导，甚至是互教会因为安尼分裂。所以约翰这封批要帮助教会，互教会会当重新找倒转来，因原本是受上帝割磨的身份，伊原本是受上帝割磨的身份，并且爱倒转来到伫信仰的根源伫当中来解决问题。信仰的根源是啥物呢？咱要怎样来解决问题呢？咱就爱来思考，咱活命内面做的问题，咱要怎样来解决？做的问题要怎样来解决？咱若是一直想讲要除去一切的罪。安尼敢有路用？其实咱做比咱所想的搁较济。
伫古早有一出电影，吼，即出电影叫做安那？即出电影叫做《武状元苏乞儿》，毋知大家有看过无？即个《武状元苏乞儿》伫当中，就有一个真好的遮个台词，伫当中就是即个苏乞儿吼，因就是引出规个丐帮啊，丐帮就叫做天下第一大帮。伊的意思就是啊，所有每一个伫天下吼做乞食的人，拢组织做伙，就称做丐帮。伊叫做天下第一大帮。啊，即个皇帝吼，因为因丐帮吼，若是伊的势力足大吼，的皇帝就会感觉讲哦，这足危险的，所以皇帝就来找即个苏乞儿，就是伊丐帮帮主，伊就来问伊讲啊，哦，你遮个丐帮吼，丐帮的地主吼，安那成千上万呐，啊，若是呐，你一工吼，若是无解散呐，安尼我就会心惊惊呢。啊，即个苏乞儿就对伊讲安那，讲哦，即个丐帮吼，偌济地主吼，毋是我来决定的啦，是你来决定的啦，是皇帝来决定的啦。啊，为什么啊？即皇帝就毋知影，吼，为什么是我呢？伊就讲安那，哦，若是即个皇帝吼做了好啦，若是即个皇帝吼，真正互国家吼天下太平啊，互人民吼拢有物件通食啦，安尼，啥物人想要去做去食呢？即个意思就是，爱去找到迄个问题的根源是啥物？咱若是一直拢想讲，咱要抵挡这罪的问题，但是咱一直想讲，我有啥物罪，我有啥物罪，我要去除掉，我要去除掉，永远除袂了。为什么？因为一直有新的罪是咱想袂到的。所以找到根源就是安那，咱若是爱解决这个问题。咱毋是去消灭遮所有的对敌基督的人，咱是爱家己爱连结伫耶稣基督本身。咱家己爱来找到耶稣，找到真理。咱若真正明白真理，咱若真正连结伫耶稣基督，咱就袂互遮个罪来赢过。咱的活命若是真实甲主连结的，安尼倒位有罪会当生存的空间呢？所以，咱伫遮，咱就爱知影，约翰伫当中甲咱讲到一个真重要的劝勉，就是咱爱常住伫主的内面，爱定定住伫主的内面。约翰伫遮讲，论到恁，爱将迄起初所听见的，爱常存伫心内。若是将起初所听见的存伫心内，恁就一的确爱住伫囝的内面，也是住伫爸的内面。27节甲人讲，恁爱照着即个温哥的教示，住伫主的内面。住伫主的内面，住伫基督内面，就是住伫天父的内面。这两个拢是主，拢是上帝。住伫主的内面，就代表咱袂当离开主，咱袂当离开上帝，咱袂当离开基督，袂当离开。住伫内面的意思，就是袂当离开。这就亲像咱读倒啊启应文当中咱所上读的，约翰福音嘛是安尼，耶稣甲咱讲，对门徒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常伫我内面的，我也常伫伊的内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恁就袂当做啥物。各位亲爱的兄弟，咱会当伫这个世间做真济工课，做真济工作，是因为咱修身连结伫迄个做工的主。咱会当做真济工作，是因为咱修身连结伫迄位做工的主。因为咱跟对了耶稣，甲耶稣连结，所以咱嘛甲天父连结。这就是这个温哥的教示，爱咱正做这款的游戏，就是甲耶稣基督连结做伙的人，咱是常伫主的内面，咱是住伫主的内面，咱是住伫主的内面的意思，就是咱一直拢甲主做伙就对啊。最近吼，
伫世界顶面有一个真重要的比赛，就是咧踢骹球的比赛，大家有咧看吗？吼，毋知有敢有咧看踢骹球的比赛？像伫台湾吼，无啥物人咧踢骹球啦，所以通常拢是安那，拢是4年一摆的骹球赛啦。就亲像我共款啦，我就是4年一摆的骹球赛，就是当要世界杯要踢的时阵，我较来看啦。啊，平常时拢是欧洲遐个比赛咧踢的时阵吼，拢是台湾时间拢是半暝，所以看袂到啦。所以拢是等到即个比赛吼我有时间会当看，我再来看一下。这叫做4年一摆的骹球赛。4年一摆就是安那，就是可能我嘛是看比赛嘛是看有，但是安那，但是有一寡人吼，打出来，是新人吼，我就感觉讲遮个人我拢毋捌啦。就以前4年前看过，我更有捌啦。但是安那，这4年当中出来遮个球员吼，我就毋捌，我就毋知影啥物人是啥物人。因为安那，因为我无上伫伊的内面，我无定定甲伊做伙，所以我就无明白，若是定定每一工每一个比赛拢有咧看遮个球迷，伊就一定会明白讲，即个球员是啥物人，伊是倒一个国家的，伊伫啥物球队踢球的。但是因为我无定咧看，所以我就无明白。即个意思就是，咱若是定定甲主做伙，咱就会安那明白，咱就有知识，咱就知影耶稣基督引带咱要来信啥物，咱就知影上帝所启示的是啥物，咱就知影圣灵伫咱的活命当中引带咱的是啥物。所以耶稣基督约翰伫当中讲到遮个话，25节甲咱讲到。带伫主的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应允，就是主所应允予咱的，就是永生、永远活命。主所应允予咱的，就是永远活。当咱带伫主的内面，主所应允的，是予咱有一个真大的愿望，永远活的愿望。这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甲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无共款，基督信仰互咱有一个真核心的价值，就是永远活。这个永远活是超过这个世界所会当互咱所有的代志，因为并且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了，透过耶稣基督为咱的罪来死，并且搁活，互咱知影。咱所信的是各活的主，咱活靠伊，咱就会当得到永远活。所以，咱所要做的代志真简单，就是认罪、悔改、信靠、军队。咱爱军队耶稣，活靠圣灵，过一个分别正做圣的生活。这就是咱受恩膏的目的。伫末后的世代，教会就是受上帝膏抹的一群人。咱对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归服上帝。咱嘛爱知影，咱的活命是属上帝的。咱就袂当搁永远罪恶来侵扰咱的生活。咱爱活伫圣洁当中，爱活伫上帝的话语当中。所以第二部分。我要来所讲的，就是咱受恩膏的目的，就是爱完成使命，完成上帝所托付咱的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持守真理的道，持守真理的道。约翰一书2章26节，甲咱讲：我将这个话写互恁，是指着遐引诱恁的人所讲的。这引诱你的人，就是讲到敌基督。因伫教会当中传这个虚假的教导，互人无法度明白真正的福音。耶稣基督福音是啥物？甚至是有失去救恩的危险。明白耶稣有偌困难呢？咱可能咱用即摆想法来想迄个时阵的教会吼，咱无啥会当想到因所面对的是啥物困难。
明白耶稣有偌困难呢？当时的教会，遮的基督徒，因无亲像遐个使徒，遐个使徒吼，有一寡人拢是安那，拢是真正有对过耶稣的人，所以因亲捌看过耶稣，伊亲耳会当听过耶稣的教导。但是遮个基督徒伫教会当中的基督徒，因是无看过耶稣，看袂到，嘛摸袂到，所以因要怎样来相信呢？因要怎样来相信耶稣呢？这嘛是对咱的挑战，敢毋是嘛？若是讲爱追求属灵的经历，其实伫当时遮个假先知、假教师，因为虾米会当来传遐虚假的教导？就是因为因有会当夸口的属灵的经历，互人听见因的经历，就感觉讲哦，因所讲的是真的，因为因真正经历过。但是其实因所讲的毋是真的。咱嘛是安尼，毋是吗？咱嘛无亲捌看过耶稣，真侪人可能嘛无真正听过耶稣来对你讲话。安尼，咱是咧信啥物？咱即摆的基督徒是咧信啥物？为什么咱会当相信遮尔绝对讲吼无毋对？我信的是真的。为什么？所以咱毋通感觉讲，迄个时阵的基督徒为什么遮尔好骗啊？为什么遮尔好骗？因为可能有真侪安那，有真侪似是而非的遮个教导，互咱会感觉讲，咱听了感觉安尼讲嘛是对啊，但是其实毋是安尼。这是人用伊家己的意思来理解上帝的道。各位兄弟姊妹，这就是修德对咱的这个规矩，互咱感觉讲，咱虽然信上帝，但是咱无明白咱所信的是啥物人，咱无明白咱所信的是啥物款的一位神啊。咱可能听过上帝的道，但是咱听过，咱毋知影上帝真正的心意是啥物啊。这就是这个敌基督要来混乱真理的目的。我举一寡例来讲啊，我举一寡例吼。修德的规矩有啥物呢？咱有听过即句话无？宗教拢是共款啊，拢是劝人为善的人，毋通太迷信就好啊。咱有可能有一寡人听过即句话，听起来感觉哦真有道理，毋通伤迷信，爱有安那爱有理性啦，爱相信科学啦，爱相信啥物啦，拢讲宗教拢是共款啊。但是其实咱爱知影，咱所信的，咱毋是信一个宗教，咱是咧军队一个唯一的真神，独一的上帝。这个世间无有别个神会当甲这个上帝相比。第二个，有人讲哦，夜头三尺有神明，哦，这个意思是啥物？人咧做，天咧看。进前吼，迄个建中兄吼，就是咱社区即个建中啊，迄个里长的助理啦，伊捌来咱教会来办公室吼，来找咱讲安那，来找阮讲哦，要调迄个监视器啦，就是咱教会的监视器，要看咱后壁门遐吼，就是咱若是有经过遐社区遐有发现迄个有一条邮差对无？一条邮差就对遐来过去经过啦，就是有一台车。就载车油菜吼，啊，就沿路就滴伫涂骹啦，啊，就沿路就经过遐，所以伊就来调这监视器，讲我要看向是倒一台车啦。当我这件代志了后，我就咧想讲吼，哦，为什么吼，咱定定咧装监视器是为着啥物？为着要抓歹人啦，人做歹代志吼，安那监视器拢会看到啦。但是安那人做好代志，监视器敢会看到，嘛是会啊。但是咱人敢会想讲，我调监视器是要去找好人，真少啦。调监视器拢是要找歹人啊，拢是要抓歹人，讲啥物人吼做了无好啦，我调监视器吼要来看啦。但是做了好呢，真少人会去找啦。听听有一寡人其实对上帝的观念嘛是安尼呢。
想讲吼，人咧做天咧看啦，上帝拢咧看咱吼，伫世间吼咧做啥物歹代志啦，后来审判的时阵吼，就来讲尻川啊，敢是安尼？若是咱拢想到即款，感觉讲上帝拢是即个咧，亲像即个监视器共款，一直咧看人做啥物歹代志。咱就袂记去讲，其实安那，上帝原本是主爱上帝，伊真乐意来拯救咱每一个人。上帝心意是拯救啊！上帝心意毋是要掠咱做歹代志，要来讲尻川啊！上帝心意是爱拯救，是爱咱悔改，是爱咱会当得到赦免，会当甲伊做伙。得到永远活。阁有一句话，可能常常有人讲到这句话，讲信耶稣真好，但是安那，但是我感觉我无需要啦。信耶稣真好啦，但是安那，但是我即摆生活过了真好啊，我感觉需要耶稣。可能咱嘛听过有人安尼讲，咱的立场是啥物呢？咱爱知影，咱每一个人。拢爱面对着做的问题，耶稣是唯一的答案，耶稣是唯一解决的方法，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所讲的这个，我毋是要甲大家讲哦，恁若是后摆听到这个人咧讲这个话，就用我所讲的来去反驳，我毋是安尼讲啊。对每一个人。无共款想法的人，有无共款去甲伊辩论的这个方法。我所讲的是，咱信仰的立场是啥物？咱所信的是啥物？但是咱真正要去对人所讲的呢，咱爱受圣灵引带，互咱要知影要怎样来用啥物话来对人讲。咱要用啥物话？来去回应这个问题，咱爱受圣灵来引带，每一个人无共款，所以这是咱信仰的立场，互咱知影为什么迄个时阵的基督会伫教会当中产生真大的影响，是因为安那？因为当时的人真正有时阵咧信，毋知影咧信啥物话，所以。当有一寡人来讲一寡话，感觉真有道理呢，因就想讲哦，安尼可能就是亲像伊所讲的迄款，就亲像牧师顶礼拜讲到有一寡人来讲，耶稣是幻影啊，幻影是啥物？哦，就是安那，伊无真实存在啦。为什么安尼讲呢？咱拢知影，哦，因为安那，因为相信耶稣会搁活，但是耶稣搁活了后。迄个时阵，教会的人已经无看过搁活耶稣生做啥物款。伊听到一个人搁活，伊就想讲安尼伊一定是假的啦，一定是安那都市传说啦，一定是啥物款？哦，无一直想要用一寡方法来解释讲，哦，其实耶稣吼毋是真正活伫咱当中啦，其实耶稣是幻影啦，就用人的想法来解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伫初代教会后来会出现叫做咱伫教会当中嘛会上读的叫做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的目的是啥物呢？就是因为当时有一寡教导是违背真理的，所以这个使徒就组织做伙，要来写一个信经，互这教会的人、这教会兄弟姊妹会当上读，上读就是爱背起来，爱知影讲咱所信的是啥物，爱知影咱所信的是啥物。所以使徒信经当中一大部分拢是咧讲到耶稣基督，讲到天父，敢若讲一句话，讲哦，我信上帝，我天顶的父，安尼的创造天地主，安尼一句话尔。讲圣灵就讲我信圣灵，安尼尔就无啊。但是讲我信耶稣基督，讲了一大篇，为什么？因为当时对耶稣基督的教导真混乱，当时对耶稣基督的教导有真侪种无共款的讲法，
所以遐个人就伫遐个使徒就伫当中写了遮个圣经，互咱爱背起来。所以咱伫当中，咱就会当用上帝的话来省察咱家己。咱有真清楚知影讲，咱所信的是啥物人无？咱有真正知影信耶稣代表啥物意义嘛？咱可能嘛读过真侪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拢有咧提到讲假教师、假先知这个问题。但是约翰甲保罗无共款，保罗的做法是啥物呢？保罗的做法就是安那，伊用伊家己做使徒的权柄，伊就来对教会讲安那，我是受耶稣基督差遣做使徒的，所以安那，恁爱听我的，我的教导就是对耶稣所来的，恁听我的就对啊。保罗的教导就是咱分辨真理的标准，这是保罗的教导。但是约翰的教导毋是安尼，约翰的方式是用着安那爱兄弟姊妹家己来经历圣灵的引带，透过上帝的道来省察家己，就知影倒一条是正路。所以约翰的教导是爱引带人安那来认捌圣灵、军队真理，认捌圣灵、军队真理。所以24章当中的经文，约翰甲咱讲，论到恁一定爱将啥物？爱将迄个对起初所听见的常存伫心内面，常藏伫咱的心内面。约翰甲兄弟姊妹讲，爱倒转来到伫上帝道当中，倒转来到伫咱起初所领受的真道。伫约翰的迄个时阵，可能教会还阁无有全套的圣经，但是应该嘛有听过一寡耶稣基督的教示，也是对其他的使徒所来的教示，互因会当知影怎样学习上帝的真理。约翰伫当中讲，恁爱听耶稣基督的道，上帝的道是上大的权威，就是上帝的道是真理，是上大的，是标准，是袂改变的。爱上帝的道存伫咱的心内面，就会当分辨咱所听见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二，约翰甲咱讲，27章甲咱讲，恁对主所受的恩膏爱常存伫心内面，并毋免人教示恁，只有主的恩膏伫凡事上教示恁。恩膏，咱头拄仔讲，意思就是圣灵，互圣灵伫凡事上教示咱，互圣灵伫凡事上引带咱，要怎样来行？约翰伫遮讲，圣灵甲圣经是袂互相冲突的，所以圣灵引带咱去做的代志，嘛一定是安那，一定是上帝的教示，一定是合乎圣经的，咱就爱顺服去做，咱就爱顺服去做。所以，伫遮约翰甲咱讲到，毋免人来教示恁，有上帝、有圣灵会教示恁。这毋是讲咱就毋免听牧师讲道哦，毋是安尼。这个意思就是安那，意思是，若是有人是遮的假的教师，若是有人伫遮来甲咱讲，有别条路会当行，除了信耶稣以外，阁有别条路会当行，咱毋通去行，咱毋通去行，因为圣灵会引带咱行伫正路当中。这是这意思，毋通听人的教示，意思是安那？是人可能会用着家己的想法去解说上帝的道，但是解说毋对，安尼咱就对了毋对的路。所以咱爱倒转来到伫圣经，受圣灵感动，咱较知影要怎样来行。咱要怎样来受圣灵引带来服侍呢？
圣灵引带咱要做啥物代志呢？伫使徒行传当中，捌有一个故事安尼讲，就是有一个使徒叫做腓力，伊捌受到圣灵引带，当伊要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圣灵引带伊去到别个所在，去到伫一个旷野，伫当中拄到一个太监，就是即个圣经甲人讲是对埃提阿伯所来的这个太监，伊伫当中，伊听见伊咧读先知以赛亚的册，伊就腓力就去找即个太监，就问伊讲安那，你所读的，你明白吗？哦，迄个人就回答讲，无有人指教我怎样会当明白呢？对安尼，腓力就上车，就甲伊同坐做伙，坐做伙创啥物呢？腓力就开喙，对即个经上所记的，开始对伊传讲耶稣。这是腓力伊受到圣灵的引带，去找到一个伊毋捌的人。拄好，即个人拄好需要有人来为伊解说圣经，所以腓力就伫遐来帮助伊解说圣经。后来甚至是伊阁引带伊伫路边看到有水，伊就伫当中为伊洗礼。这个代志要甲咱讲的意思，就是咱要怎样来挖靠圣灵呢？挖靠圣灵的意思，其实真简单。就是腓力伫遮所做的，圣灵引带咱要往倒位去，咱就去；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咱就去帮助伊。咱就去帮助伊。咱搁一摆来看《使徒行传》第10章18节的经文，38节的经文，甲咱讲的，这段经文甲咱讲，他拄仔咱所读的。上帝怎样用圣灵甲能力来膏抹拿撒勒人耶稣？这是恁知影的，这是恁知影的。伫遮所讲的意思是，耶稣嘛是受膏抹的。伊特别讲到，伊称呼耶稣是称呼啥物呢？拿撒勒人耶稣。伊讲人，伊讲人，伊意思就是耶稣是道成做肉身。成做人的样式，伊伫世间，伊要怎样来服侍，嘛是靠着上帝膏抹，靠着圣灵的膏抹，互伊会当来服侍。这是恁知影，所以伊去到伫真济所在，并且行善事，医好凡受到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甲伊同在。伊拄拄领受了恩膏。就亲像耶稣基督领受了圣灵甲能力同款，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会讲耶稣基督讲，咱要做甲伊同款的代志，并且耶稣讲要做比伊搁较大的代志。耶稣基督伫世间，伊成做肉身，伊成做人的样式，所以伊用脚咧行。要行的范围有限，但是即马咱每一个基督徒遍满伫全世界，咱的范围是比耶稣基督迄个时阵搁较大的。咱会当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服侍，咱毋是追求圣能力，咱爱挖靠圣灵，靠着受圣灵充满的能力，咱就会当去做无共款的服侍，并且。咱的服侍是带着上帝国的权柄。伫遮，咱爱知影，每一个人会当领受无共款的恩赐。上帝透过圣灵会赏赐，互咱有真济无共款的恩赐。每一个人的恩赐无共款，会当做无共款的服侍，但是咱有共款的目的，就是要来荣光上帝的名。伫遮，我着跟他讲两个，咱无论啥物恩赐，咱拢一定爱做的代志。的两个，咱一定爱做的代志。第一个就是读经祈祷，
读圣经、祈祷。虽然这已经是老掉牙吼，但是为什么咱爱一直讲？就是因为这真重要。上帝透过圣经将使命托付予咱，咱透过祈祷，毋是干那将咱的所拄着的代志交托予上帝，搁较是爱将咱家己交托予上帝。上帝透过圣经来对咱讲话，咱爱透过祈祷来对上帝讲话，连接伫上帝，住伫主的内面。第二个就是他拄啊经文当中嘛，甲咱讲到耶稣基督，伊去到伫逐个所在，伊行啥物呢？行善事，行好的事，帮助遐个有需要的人。上帝赐了圣灵伫咱的内面，互咱会当透过圣灵领受无共款的恩赐。这恩赐的目的，毋是为着要成就咱家己，乃是为着要祝福其他的人。乃是为着要祝福其他的人。约翰甲咱讲，主的恩膏会伫凡事上教示咱，所以圣灵会帮助咱，怎样来运用咱家己的恩赐，会当来祝福真济无共款的人。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19节的经文，咱嘛做伙来上读这段经文，请。主的灵伫我的心上，因为伊用膏我，互我传福音，互送乡的人，查劝我报告被掠的得到头棒，青眉得看见，叫迄受压制得到自由，报告上帝也纳人的喜年。阿门。是，这就是耶稣基督，伊起初要开始服侍的时阵。伊所上读的以赛亚的册，嘛是共款，是耶稣基督侍奉的核心，就是受到圣灵的膏抹。主的灵伫我的心上，因为伊用膏来膏抹我。基督徒是跟对耶稣的人，也就是爱领受恩膏的教示，为的是要承接耶稣的侍奉。是为着要承接耶稣的侍奉，领受这个恩膏，照着真理来侍奉上帝，并且咱有一个侍奉的愿望就是伫28节到29节当中，约翰甲咱所讲的，咱若是住伫主的内面，当未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阵，伊若显现，咱就会当坦然无惊。咱伫伊的面前，就无地高见笑，因为咱知影伊是公义的。但是咱相信，当耶稣再来的时阵，咱会当坦然无惊来面对审判，是因为耶稣是公义的。但是咱是行公义的人，咱就无受得罪，咱就会得到上帝所应允的永远话。伫末后的世代，基督徒会面对着真济有抵挡基督真理的人出现，因要来混乱这真理，互人无信基督。但是咱有对主所领受的恩膏的教示，也就是圣灵甲真理的道，会当帮助咱无受到引诱。这是约翰对咱的劝勉，并且伊阁讲。上帝所赐予咱的最终的应允是大愿望的，也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咱会当因为信伊来得到永远的活命。伫这进前，咱伫圣上的日子，犹原要面对真济挑战，咱需要持守真理，并且爱传扬福音，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阮感谢你，感谢你创造阮，引带阮，将你的话语启示阮，互阮知影伫地上，我要怎样跟对上帝你的道来行。
主啊，阮更感谢你，将你的道成做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互伊会当做互阮看，互阮会当知影要怎样效法耶稣基督来做，甲耶稣基督同款的代志，会当来承接耶稣的服侍，会当来荣光上帝你的名。主啊，阮感谢你。提献圣灵，带伫阮的心内，互阮受到圣灵充满，阮的活命得到灵力，会当来做真侪无共款的服侍，得到这个恩赐，会当来帮助真侪无共款的人，为着是要荣光上帝你的名，为着是要传扬上帝你的福音，为着是要互更较侪人会当来经历上帝。你是救赎的主，主啊，求你，你就来引带阮，互阮伫每一天，阮的心甲你对齐，常常带伫你的内面，甲你同心同行。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要有备心来到伫主的面前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的道、对上帝的听的回应。当上帝将真济的丰盛来赏赐予咱，将真济恩典、将伊的听来赏赐予咱，互咱会当伫咱的活命当中，咱经历着，咱就知影伊无改变，伊永远甲咱相甲同在。好，互咱就会当用着咱所会当做的。咱对上帝所领受的恩典，咱会当摕出来回应上帝的听，互世间人会当对咱的活命当中看见上帝真正是上帝，上帝真正是迄位至高的上帝，独一的上帝。这时，请咱同齐起立，咱用诗歌来回应上帝，互咱的活命。跟对上帝所引出的脚步来行，主啊，我要跟对你。你的话念我心，让我茫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念我心。
将你的疼分享出去。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照着伊丰盛的恩典，将天顶同样属灵的福气赏赐予你，予你的生活可能面对挑战，但是犹原充满喜乐甲愿望。愿主耶稣基督用伊救赎的大能来洁净更新你的活命，予你分别真做圣，真做上帝的儿女，一生来侍奉上帝，甲上帝同行。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领受温高的教示，予你会当知影怎样分辨真理的道，抵挡修德的诡计，并且爱传扬上帝的福音，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同在，特别要甲你厝邻的人三甲同在，对担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